思覺失調係一種精神狀態，患者嘅感知，即係感覺同知覺，同對事物嘅理解會出現一啲脫離現實嘅情況。患者一般會有妄想、幻覺、思想同言語紊亂等症狀。妄想即係思維上嘅錯亂，幻覺即係感官上嘅錯亂，同埋言語紊亂。以思覺失調呢個狀況為核心症狀嘅最常見精神疾患，包括精神分裂症同妄想症。如果你出現以上嘅症狀，請及早尋求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嘅專業評估。點樣治療思覺失調？抗思覺失調藥物透過調節腦內神經傳遞物質，例如多巴胺，舒緩相關嘅症狀同預防復發。心理治療通常配合藥物治療進行，協助患者學習調適思覺失調症狀嘅方法同技巧，並舒緩佢哋嘅心理困擾。家庭介入都係一種重要嘅治療，治療師會提供思覺失調相關嘅資料，協助家人釐清所面對嘅各種問題，同教導解決方法。如果想協助患者，你可以多啲體諒佢，多啲同患者溝通，同多啲鼓勵佢，鼓勵佢接受治療，同埋留意佢有冇出現復發症狀。親友嘅關心同協助係非常重要同有用㗎。